位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9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9页。对于头仔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对头仔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梵经115载，时以立人随意说法。即马应该呢，就是爱来说来解说一遍。一边就是立人相令守望，每件生命尽奉之。每字幻时以菜记住玉骨，学问即对法，但刻玉变菜。这段就是说明慧能大师啊，伊将这个大禹岭甲慧明来见面了后呢，就到甲做客，到迄个所在呢，又搁再互人来甲伊追逐，结果呢，就在广东的四会馆，甲遐拍来人做伙，伫遐一住呢，就住15年，而且呢，就看机会来教化伫咧拍来遮个人，这是咱前面已经讲过道理。即摆要来继续说明，就是讲立人呢，相令守望。你既然甲遐拍来人做伙，当然呢，你就爱替工作咯。所以遐拍来人呢，常常就叫伊爱起来顾迄个网啊，网啊呢，就是伫咧拍遮个鸟兽的物件。比如讲鸟啊，用迄个网啊呢，甲伊赶，甲伊拍入去。或者是讲兽类用迄款的搁用较大的网啊，我咱甲伊赶对迄个网啊底啊，将来就甲掠起来。所以网啊呢，这就是伫咧拍啦所用的物件。伊即马叫伊来收迄个网啊，每若看到有迄个生命呢，尽放之。本来就是讲迄个网啊，若是有鸟啊啦，或者是讲有兽类啊，去钓着迄个网啊，应该是要甲掠起来才对咯。但是慧能大师伊是一个学佛会出家人，不但如此，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只是讲伊的机缘未到，所以就还袂出来弘法语义啦。伊哪里会起来帮助遮个拍来的人来去杀生呢？所以只要若是遐个拍来的人若无看，也有迄个鸟啊走入来网仔底，赶紧就掠放去；或者是讲有兽类钓到即个网啊，伊也赶紧甲伊放入去，拢做即马甲伊放生掉去。当然啦，遐个拍来人也毋知啦，因为无看到嘛，看到都无法度啊。每一饭时以菜记住玉骨，讲每到甲食饭迄个时阵，就用这个菜呢，就夹在迄个猪肉的迄个顶啦，或者是讲围仔的所在，点伫咧煮。因为拍来的人每一日一定会当好食真正济肉。在山中有真正济遮个兽类，无论是讲飞禽走兽，只要互因拍会着，当然你就甲掠来食咯。但是慧能大师啦，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一位大师，当然啦，伊是无可能讲
甲因共款来食肉。毋过呢，伊伫迄个所在啊，是稳伊的身份。伊根本伊无甲因遮个拍来的人表明讲伊是对倒来，伊是啥物款的身份。所以因遮个拍来的人也该当作讲是一个普通的人，当作讲是一个普通的来活因遐过生活的一个人而已啊。当然啦，伊也毋知讲伊就是一个学府修行一位持斋的人。伊也无可能讲另外创素食互伊食，所以每甲食饭的时阵，只好啦，自己啊去挽一寡遮野菜。啊，这个菜呢，嘛无法度讲另外煮啦，那就只好啦，人伫咧沙吧，伊即马呢就甲落对迄个鼎咧，啊点啊煮，也只有食迄个菜。讲学问即对话单刻肉边菜，因为因遐人根本毋知伊的身份，可能感觉讲真奇怪。你也毋是一个和尚啊，你为啥物他会食菜，啊无要食肉呢？伊当然伊也无愿意露出伊的身份，讲我呢只是食即个肉边菜啦。肉边菜意思就是讲。在煮肉的迄个锅、迄个鼎，也菜当做下落煮，菜色啦，只有食迄个菜，咱的名叫做肉边菜。当然，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方便法，在迄个环境之下，伊也袂出来方法，无人知伊的身份，伊也无需要互人知伊的身份。伊尽量暗藏伊的身份，在这个情形之下，伊无食肉边菜又如何呢？当然啦，就只有是食肉边菜。所以讲到这个所在呢，咱素食的人，尤其是咱在家居住素食的人，甲恁讲若是环境上袂拄好，出门的时阵。那有当时阵只好也是食即个肉边菜。譬如讲，咱伫咧上班，在一个机关，或者是讲在一个公司伫咧上班，也甲恁讲，咱若毋爱互人知影讲你是一个素食的人的身份，或者是你素食在迄个所在根本呢无可能另外创素食互你食。毋过你甲团体做伙。必须爱团体行动，爱去应酬，也安尼要安怎？菜煮出来，当然也有鱼、也有肉、也有菜咯。你就煮迄个菜甲硬来食就好。最主要是在你的心嘛，无迄个要爱食的欲念，这个上重要。假如讲你对鱼对肉都无迄个爱食的欲念。也那呢？你只有食迄个肉边菜，那就是等于慧能大师的方便法。不过这是在真正不得已之下所做的，咱各位必须记好，并毋是讲咱都有迄个机会，咱都有迄个环境，也会当好，互咱完全食素食。也你却毋食，你要去食这个肉边菜，也那你可能问题啦。可能你无实实在在要素食，这不对。我即马遮所讲就是讲，在真正不得已之下，像慧能大师啦，伊即马到甲四会馆这个所在，因为五祖已经有甲伊讲了，讲你若到这个四会馆啊，都要藏起来，要藏一堆，拄好拄一寡拍来，有需要人甲斗帮忙。所以就藏在迄个人拍来的队伍中，伫遐过生活，伊也无要暴露伊的身份。人根本毋知讲，伊就是一个当代第六代祖。所以呢，伊只好啦，就食即个肉边菜。在即个所在，咱一寡老菩萨更加了解咧，就是讲在咱家庭。
咱伫咧素食的时阵，可能咱的囝、咱的媳妇、咱的孙啊，拢无素食，只有咱一个素食而已。咱一个素食，当然若是会当的话，素食的鼎啦、碗啦，或者是讲咱盘啦、碗啦，这会当完全另外一套，莫去揽着，这当然是介好。甲恁讲环境上，若是无法度好讲另外一套，也若安尼呢？比如讲伫咧煮的时阵，鼎、碗啊洗互清气，碗盘洗互清气。对素食的，先甲咱煮咧，再去煮炒的，煮到后顿要搁煮呢，搁洗互清气。安尼应该啊，也可以，毋通过分的执着。因为咱过分的执着呢，颠倒对学佛修行无什么款的利益。有当时阵呢，咱的囝、咱的媳妇，伊根本对佛教都无真正深的信仰，也拿咧呢，可能啊会造成因的反感，这啊就毋是办法。所以最好啦，就是讲咱会当好完全真正食去真正清净，这当然是真好。甲恁讲在不得已之下，那有当时阵开淡薄的方便，这咧就是由咱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该自己去运用，自己去决定。讲到这个所在，就是慧能大师啊，混沌的时期，混沌在迄个拍赖队伍中，甲因遐过生活，食百变菜。一边一日事为时当方法，不可将顿，虽出至广州发生时，得印藏法师刚立环境，时有风吹翻动，一正话轰动，一正话翻动，议论不已。慧能真话，不是轰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种海言。即款就是要来解说一段。这段就是伫咧说明轰动翻动，也就是慧能大师说明啊，也毋是风伫咧震动，也毋是动翻伫咧震动的这项的道理。一日思维，就是讲伊伫迄个拍赖队伍中啊，有一天心肝底安尼想，讲时当方法。时当方法呢，就是讲这个时间啊，应该要来去方法。就是讲时间呢，已经是到了，应该呢要出来去方法啦。不可将顿，就是讲袂使你讲一直啦，安尼来去甲伊稳顿啦。伫遮所讲即个顿呢，就是一种的稳顿的意思，就是稳闭起来，无出来，叫做讲做顿咯。伊15年甲迄个拍赖做伙，无人知伊的身份，那这就是属于稳顿啦。但是六祖认为讲应该出来方法，时机已经到啊，袂使你搁一直啦，伫咧所在稳顿落去，随出。讲结果呢，伊就出来了，也出来呢，就到甲迄个广州的发生时。这个广州呢，就是现主时的广东、广西啊，这两省拢是属于广州。在这个广州迄个所在呢，有一间寺名叫做发生寺，伊就到甲迄个发生寺的所在来。讲得印藏法师刚立环境，讲
去甲迄个发生时，较拄好去拄着，即、个得当作讲拄着。都拄着即位印宗法师啊，伫迄所在伫咧讲涅槃经。即、个印宗法师是属于五观的人，伊的姓呢是姓印。伊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元年出世，出家了呢，通达哩经典。尤其是特别啊，对涅槃经有研究，所以呢，伊就常常伫咧讲涅槃经。伊也捌去参访过五祖，就在伊55岁迄个时阵，来拄着慧能大师，也就是慧能大师到发生时去拄着迄个时阵，由慧能大师对伊开示禅宗的道理得到了悟，以后啊，也受到皇上来请伊到皇宫内底来去讲经说法。伊有拄着一个叫做心要集，这个心要集就是将南北朝的南朝梁武帝迄个时阵到东朝所有的这语录，就是讲有关系佛文中的语录，甲伊收集起来。而且呢，伊也是真正精通于律宗，在道元律师的所在受戒。本身呢也识戒断，度了真正济人。伊是在东朝宪宗帝先天2年，也就是公元713年，在87岁迄个时阵就圆寂离开世间。这就是这位印宗法师的事迹。伊去广州发生时，较拄好呢，这位印宗法师啊，伫咧讲涅槃经。这个涅槃经呢，有南传、北传两种的本。这个南本呢是36卷，北本呢是40卷。但在这个所在，并无说明讲伊所讲的是属于倒一种。不过呢，应该啊，伊是在南方啊，所用的是36卷的南本才对。在迄个时阵啊，就有迄个风来吹，也迄个动幡震动，所以才讲做风吹幡动。这个动幡啊，就是讲有一支迄个旗杆真悬，也面顶啦有吊一个真长的布，随对下面来，这名叫做幡啦。这个动幡啊，普通时阵是伫咧做水陆大灾啦，伫咧祈福迄当时阵所用的较济。若是有看到人生伫咧做水陆大灾啊，一定有一支正长的动幡踩在外面。事实上，这啊等于是一种标志。所以叫做讲标志呢，就是讲因为伊真悬啦，互人知影讲啊，这个所在啊，就是伫咧做这个水陆发挥，伫咧做水陆大灾。迄当时阵呢，因为风伫咧吹，结果动幡就震动。在迄个时阵啊，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啦，讲迄是风伫咧震动，就讲一正或风动，迄边一正或幡动。那另外一个出家人就讲，毋是啊，迄是动幡伫咧震动啊。一个伫咧讲做风动，意思就是讲，迄个动幡，若是无风甲吹，哪会震动呢？所以，迄个动幡伫震动，事实上就是风伫咧震动。迄是一个出家人的主张。但另外一个人，伊就是讲靠迄个代志啊，
啊，明明都是迄个动幡伫遐咧震动，啊，风是无看诶物件。咱有看目睭现有看到是动幡咧震动，啥物是咧翻动咯？所以这个就讲做翻动，讲议论不已啦。两个人伫遐呢，伫咧议论，议论无休困，就是讲伫遐咧相争，伫遐咧争袂停，安尼做议论不已。这边讲非灵真怨，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人者心动。因两个伫遐咧争，慧能大师看伫遐咧争啦，就真怨。这个真怨就是讲，伊自己咧就向前，家己主动咧向前啦，就去甲两个人讲也毋是风伫咧动，也毋是风伫咧动，乃是人者心动。人者就是咧指引即两个人咯。讲这是你的心伫咧动啦。那这个心动的意思就是讲心来生起分别念。无论是你讲风伫咧震动，这嘛是你心有生起即念讲风伫咧震动，即款的分别念咯。无论你是咧讲翻动，结果嘛是你心伫咧分别，心伫咧分别讲都动翻咧震动，所以讲来讲去结果呢就是你的心伫咧动。甲恁讲若是无心的分别，像是是讲风伫伫咧震动，或者是讲动翻伫咧震动，甲你啥物款的关系呢？根本你就无关系。比如讲，来踩一个迄个插头红也根本呢都无心。咱这是一个譬如啦，也该踩在迄个动幡面头前来看迄个动幡，来看迄个动幡，动幡伫咧震动，伊绝对袂去分别讲到底是动幡伫震动啦，或者是风伫咧震动，伊绝对袂晓甲人相争。为什么？因为你无心嘛。所以无论是风动，无论是翻动，风动等于无咧震动，因为无心嘛，所以等于无咧震动。那这个人者心动，这就是打破了伊的偏见，就是讲一个呢是讲风动，一个是讲做翻动。这事实上，这拢是一种偏见，偏一边而已啦。咱讲偏一边呢？你甲伊讲做风动，但是这个风有伫咧震动，无咧震动，哪会知呢？一定是有一个物件去互风甲伊吹，毋才知讲有风伫咧震动。所以，譬如讲，这个风，若是讲这个风都真正微，咱要来了解讲这个风的动向伫倒位，风实在是真正微。若是在这个时阵呢，咱只有讲看迄个物件到底是吹向伫倒一边去。尤其是若是风真正微的时，咱摕一支头毛，或者是讲摕一束棉即马咧甲伊放到这个空中的所在，也看迄个头毛，迄个毛，或者是讲真轻的物件，或者是讲迄个棉伊是吹咧倒去，你就知影讲这个风是吹啥物方向。所以这个风的震动必须要有一个物件才会当显出来。所以单这个风动袂当好表现。这个动幡这个物件呢，虽然会震动无毋对，但这个动幡会震动，你若是无风甲伊吹，哪里会震动？若是无风甲伊吹，根本你这个动幡也是共款是袂震动。所以这个动幡必须要有风，要有风的帮助。所以你单甲讲是风伫咧震动，或者是帆伫咧震动，这根本
即拢是偏一边咯，不对。六祖慧能大师甲讲，毋是啦，也毋是风伫咧震动，也毋是帆伫咧震动啦，乃是你仁者心动。迄当时阵，因遮人听一个，哇，惊一个。即个海然一众，海然即个一众就是讲，所有的遮大众，伫迄个所在有看到、有听到的遮人，真正惊吓！哇啊！即位出家人太较厉害啊！哦，伊的见地遐尼诚悬，安尼叫做一众海然。在西天的第18代祖，就是启下道尊者。这个启下道尊者呢，听到风来吹到迄个铃啊，也迄个铃呢伫咧吼。第17代祖就问伊啦，讲到底是迄个铃伫咧吼呢，或者是风伫咧吼？这位启下道尊者就讲非风灵明，我心明语。讲也毋是风，也毋是迄个铃啊伫咧吼，乃是我的心伫咧吼啦。哦，迄个风一直吹，迄个凉凉啊，就冷冷凉凉。尤其是在泰国的佛寺啊，迄个佛寺迄个园啊，哦，迄个厝顶的园啊边，哦，随落迄个所在，拢有吊迄个铃。啊，即个铃下面阁有一批迄个铜批啊，啊，这样风来震动。迄个铃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哦，安尼真好听，该共款的意思啊。哦，所以这个启下道尊者因问讲，到底是迄个铃啊伫咧吼咧，还是风伫咧吼啊？这个尊者讲拢毋是啦，讲迄乃是我心伫咧吼。意思就是讲，因为我心有这个分别，才有感觉讲迄个铃伫咧吼啊。心若无分别，就无啦。这就是甲这位慧能大师所讲的“仁者心动”的意思共款。咱必须了解，一切拢是心的分别。心的分别才有快乐，心的分别才有痛苦。教人讲，若是无心的分别，痛苦、快乐，一切拢无。这就是伫这个所在所甲咱启示的道理。最轻先听讲，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咱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